太子宫老人养护园区。这附近这条路往旧部，这条路是算太子宫的，太子宫。这边的以前的退休人员嘛，好像是老兵退休人员的住宅区。哦，前方看到的就是那个高速公路的高架桥，不是高架桥，涵洞，中山高速公路的涵洞，中山高速公路的涵洞。这仓库呢，是家具店的仓库呢。正前方这个叫龟基球啦，果子树啊，成熟的时候是红色的哈，甜甜的，对心脏有好处。龟基球。